Hello，大家好，我是红哥啊。不知不觉已经到了4月了，2023年又过了1/3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莺歌燕舞蝶飞扬，一夜春风四月花。那短短的3个月呢，已经过去了，整个加密市场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比特币从18000美金呢来到了快3万美金了，也增长了快1倍。那美联储的加息呢，促使硅谷银行、SVB 和瑞信银行的破产。那3月呢，每一个走在黎明前的路上的弄潮儿呢，更是收获满满。那不管是专注于二级市场的交易的朋友呢，还是在这个空头领域呢，每一个人都有所收获啊。特别是在空头领域呢，基本上呃让自己的本金呢无限的放大了。那唯一遗憾的是，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碰壁的路上。那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在币圈掘金呢？想必这是每一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那很多人呢都选择了零撸，比如像派这种手机挖矿，那比如像一些类似的看广告赚积分的项目啊，其实这些呢都很好，但是呢想要实现财务上的积累呢，可能还是非常非常的难的啊。还不知道的怎么样去选择有潜力的区块链的项目呢？可以进入红哥内部群 YH2023-520。但红哥认为呢，想要通过区块链获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呢，真的还得从价值洼地入手呀，一定要有实力的区块链的项目去操作。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有资本在关注的区块链项目，你才有机会呢获得更多的收获。因为任何的项目呢，都需要有资本的赋能，才能持续的去耕耘和发展。通俗的说呢，就是大家心里所说的拉盘。只有拉盘呢才会有这个财富的效应。那对于普通人和负债人，在 Web3获得财务自由和翻身的方式有2个，一个是学会交易，那通过学会交易呢，去进行短线操作，实现资金的积累，来放大自己的本金。但这个前期呢，你需要投入一些时间当然你学习肯定也是需要投入成本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跟着专业的人呢参与潜力的区块链项目，比如说撸空投。那红哥从2021年一直参与一线市场的高价值的区块链项目，那比如说 ENS、COW、PARA、ARB 等等等等等等，高达上百个高价值的区块链项目。那这些区块链项目呢，虽然你可能需要投入成本，但是呢，获得的回报呢，一定比你零撸呢这个收益远远大出了1000倍甚至10000倍。那有可能一次呢就能让你的资产放大100倍左右。比如你可能只有1000美金，那可能一下子可能就会让你的资产放大10到100倍，那你可能就变成10000美金。那这个时候你本金就会放大了还有的话呢，就是比如昨天呢，香港的一个 Web3 道呢发行的 NFT 空空 Web3如果跟这个红哥操作了，未来不仅仅能获得空投，还能获得 NFT 本身的价值上涨带来的收益。那这个 NFT 代表着呢整个香港 Web3未来发展的潜力。那香港 Web3的发展的越好呢，未来这个 NFT 越值钱，那么它的权益就会越高你所享受的这个福利呢就会越多虽然昨天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讲过10倍的一个空间，当然我认为它可能会超过10倍。虽然普通人想要获得财务自由呢，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如果你是小白或者想通过 Web3获得财务上的增长，可以加入红哥的内部群 YH2023-520，让红哥手把手带你进入 Web3，并且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去更新财富的密码。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还没有关注红哥呢，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